今日介紹下呢位車主，通過短片呢，見到我哋中山寶德有一系列嘅汽車整備，佢今日專程攞咗3日2夜嘅行程，帶埋佢太太過嚟體驗中山嘅低消費高享受嘅美食之旅。我哋中山寶德亦都好貼心咁為佢安排咗部免費嘅代步用車，響佢過嚟我哋中山寶德維修保養嘅同時，亦都可以繼續佢嘅開心旅途。去邊？而家我哋鈑金師傅用佢30年嘅功力，正在鋁鈑金修復中。我哋擁有一間獨立無塵嘅噴漆車間，烘乾中。嗱，而家呢位車主呢，佢選擇咗一個12.3寸嘅大 mon 啦，邊有360啦、高德地圖啦，同埋嗰個 YouTube 啦，仲有 Google 啊，各方面嘅功能都有齊晒噶啦，時代感即刻出翻晒嚟啦！一個字，絕。我哋有一類嘅維修資質，一系列嘅汽車整備，既可以享受中山美食嘅同時，亦都可以過嚟我哋中山寶德體驗汽車管家式嘅服務。